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伊所要传讲的题目是属天的产业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由于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阁会当来到伊的面前，来领受伊的祝福，甲伊的话语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主阮感谢你，带领阮平安，阁经过一个礼拜，互阮会当阁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朝见你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诚侪阮活命的美娘，阁互阮会当领受对你来的福气，求你敲开阮的目睭，通过你所记载伫圣经你的话语，来得到教示，阁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，互阮会当伫内心来领受你所要互阮逐项的福气。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旧约圣经的民数记是属伫摩西五经其中的一本，是伫利未记的后面。若是民数记一开始，是安怎叫民数记？就是因为伊伫遐伫点算才会以色列的人数。所以有人讲算笑，若是暗时你困袂去的时阵，你就将圣经摕起来读，特别你来现民数记，然后无偌久，你就会当困会去。真侪人摕到圣经的时阵，常常一开始拢真认真，想要来好好读。读到伫出埃及的时阵，就小可艰苦，因为20章了后，进前还阁是遮个故事，因出埃及的即个10个灾，过红海真趣味。到20章是上帝伫西奈山通过摩西，互因才会律法，才会律例。然后佫讲起伫会幕的敬拜，安怎来做遮个会幕真详细。所以愈读愈艰苦，因为感觉这甲咱无啥物关系。然后佫读到伫利未记，这是上帝叫因怎样来献祭，怎样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愈读佫较感觉无聊。读到伫民数记，佫来就是咱讲的才会伫遐伫算才会族谱，才会人数。所以读到民数记、利未记，就已经无法度佫继续啊。所以就愈来愈辛苦，然后就停伫遮，甲遮以色列人共款，伫旷野伫遐伫漂流，永远无法度进入迦南地。若是民数记，原来意思就是伫旷野中，伫旷野内面，遮以色列人拄着侪侪的代志事件。其实这是上帝超过伊伫遐来磨练因，来培养因，互因有即个身份。原来因是伫埃及做奴才的迄款身份，甲迄款态度，当上帝要培养因诚侪一个亲像王子，因为以色列即个名意思就是上帝王子的意思，互因会当承接上帝要互因的产业，来进入应允的土地。伫民数记的内底，除了一开始咱讲伫遐伫点算人数，还有几个重要的事件。伫第9章，咱知影即个时阵，因才出埃及，伫遐周年，伫遐伫过周年庆，因为因伫西奈山的下面，伫遐要过第2个满过节，然后才开始要继续到后一站继续行。煞接，咱嘛看到伫13章，摩西有派12个探仔，就是即个先遣部队伫遐要去收集迦南地的情报，伫遐咧看讲迄个所在的土地，毋知是有好啊无好，是毋是适合种植遐个人是毋是真够小战，真够强大汉，因的即个城是毋是真坚固，是毋是有好，真容易甲因讲落来。煞接
因的回报，互因真感觉真着惊，所以因就对上帝失去信心，互上帝来处罚，就互因迄一代人无法度进入迦南地，就爱伫旷野漂流40年，到新的一代才当进入迦南地。到第21章，是因面对迦南人遮个原住民的战争，然后伫遐得到头一遍的胜利。煞接就是因为因的胜利，互遮个其他的部落，亲像摩押人真着惊，然后就去找一个先知叫做巴兰，要来咒诅遮个以色列人。但是咱看到巴兰伫遐来发出预言，要咒诅的时阵，煞变做是祝福，因为出伫上帝话，人无法度甲改变。然后伫遐有4遍即款的情形，所以这嘛是真趣味。到第26章的时阵，是因第2遍伫遐来点算人数，是安怎点一遍，要搁点第2遍？因为这是第2代的以色列人，新的一代。所以咱看伫即中间，已经不知不觉经过40年。然后到第27章，约书亚去互上帝选立诚侪摩西的接班人，来煞接摩西要带领遮个以色列人要来进入迦南地，像是要带因来征战。最后就是因伫遐开始要来为着12个支派来分土地。当然，即个时阵因还袂真正进入迦南地，但是就已经伫遐为着要得到的土地，伫遐来做准备。这嘛是表示因的信心。常常咱拢无法度为着还袂得到的物件来感谢然后伫遐来做准备，好亲像已经得到一样。所以这就是民数记大约的内容。伫遮咱看到，其实伫民数记有一个主题伫遐贯穿伫内底，就是土地。以色列人因要进入应允的土地来得到产业。咱看因有2遍伫遐咧点算人数，是安怎要点算遮个人数？头一个原因就是甲敌人要作战有关系，因爱知影讲因有偌济兵力会当来出去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分土地，特别民数记33章54节讲，人多的着分产业较多互因，人少的着分产业较少互因。所以算人数就是甲因以后要分挖倒位，会当得到偌济的土地有关系。事实上，咱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也是因要得到土地的历史。上早是伫创世纪，咱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，要将迦南地赏赐互伊甲伊的子孙。后来经过亚伯拉罕的后生以撒，搁到伫雅各有12个囝，然后生团成做一个家族。但是后来咱看因为迦南地饥荒，因就进入伫埃及，因为约瑟伫遐做宰相。搁经过430年了后，以色列人对一个家族成做一个民族。当因要离开埃及的时阵，已经有60万人，但是这是算查甫人，也无算妇女甲囡仔，所以若是安尼看起来，因整个出埃及的人数超过200万人。即个时阵，上帝有缘照着伊的应允来带因出埃及，然后准备要进入迦南地应允的土地，互因会当伫遐来安然徛起。搁较重要是会当互因来敬拜上帝，来享受伫主内面的安息。真可惜，咱看遮个以色列人一开始，因有照着摩西的吩咐，特别是摩西还伫地时阵，
因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带领进入迦南地。总是咱嘛看到，当时间渐渐经过的时阵，因就袂记得因对上帝的誓约，就是爱专心来服侍上帝。所以上帝就予因袂当搁踮伫即块应允的土地。到伫主前687年的时阵，咱看到犹大国被巴比伦来灭亡，因的百姓就被迁徙到伫巴比伦帝国的其他的所在。因为上帝处罚因，予因袂当踮伫即块土地。后来上帝有缘有眷顾因，到伫过70年了后，就是伫波斯帝国的时代，予因阁会当渐渐来转来因原来土地。但是即个时阵，因无法度有家己的国家。历史阁经过希腊的时代，阁到伫罗马时代，伫即中间叫做两约之间，就是旧约甲新约即段的时期，差不多有400多年的时间。但圣经无有阁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伫即段时间，两约之间，因有真短暂的政权，但是后来有缘阁叫罗马人来统治。到伫耶稣时代，阁到伫主后135年的时阵，即个时阵伫犹太地，因有一个革命，革命煞了后，罗马皇帝对因真生气，所以就命令因袂当阁踮伫犹太地，就是犹太人袂当阁踮伫因家己的土地。然后甚至用以色列人因历史上的敌人非利士人的名来号即块土地，叫做非利士人的地，就是咱后来所知影的巴勒斯坦。因为这是拉丁语，搁成做即个英语，所以巴勒斯坦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人的地。但咱知以后犹太人就四散伫逐所在，伫东欧、苏联、伫欧洲，甚至伫非洲，佮经过第2次世界大战，被迫害，死500-600万人。到伫1948年，因阁会当转来家己的土地，搁再复国。虽然因会当搁建立家己的国家，但是咱嘛是看见，伫即个所在，也无法度有真正的和平。特别今仔日的报纸，咱嘛会当看到，即个埃及，即个加萨族人的即个巴勒斯坦的人会当搁自由来进出。咱可能无啥物款的感受，但是这对伫迄个所在的人来讲，阁是另外一个紧张的情形。所以咱看到，毋管是伫旧约的时代，或者是伫现代，土地对伫以色列人实在有真特别的意义。因为上帝应允予因当得到即个土地来成做因的产业。总是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第1段圣经节，民数记18章20节，咱看到这是上帝对伫亚伦的家的吩咐。亚伦的家就是祭司的家庭。伫遮讲，你伫因的所在毋通有产业，伫因的中间也毋通有分业。意思是讲，遮祭司因毋免嘛袂当有土地才会产业。咱嘛看到继续搁加一项，我就是你的分业，你的产业。事实上，毋是干那祭司袂当有产业，连利未人嘛袂当有产业。咱看后来的12个支派伫遐咧分土地的时阵，就无有利未人的即份。总是利未人因有缘有徛起的所在，只是分散伫以色列
全景的所在，是安怎会安尼咧？即个有啥物款特别的意义？若是利未人甲其他支派的人比较，有啥物款特别的所在？咱知影，利未人是受分别出来的一个支派，因唯一的工作就是伫上帝的面前来侍奉伊。上帝保有互遮的利未人有产业，若是表面来看，是爱因会当专心来侍奉，毋免为着遮个土地、遮个建筑的代志来，搁再分心，袂当专心。因为其他的支派，因爱将因1/10的奉献，互上帝，然后再搁互遮个利未人来供应因生活的需要。所以对利未人来讲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。搁来，利未人是代替所有以色列人，特别是大汉囝，赎回献互上帝。因为咱知影，伫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有降10个灾，特别伫即10个灾，最后的即个灾，就是胎死大汉囝的灾。咱嘛知影，后来以色列人因的大汉囝无有受到即个灾，因为上帝保全伊，所以伫上帝面前，上帝就吩咐遮以色列人的大汉囝爱赎回，用利未人来赎回。所以咱嘛会当伫民数记佫看到，当因咧算遮个人数的时阵，算12个支派，特别佫算大汉囝的人数，加起来偌济，佫去算利未人的人数，加起来偌济，安尼是毋是会当来抵消？若袂当抵消的，就佫用偌济的钱来做赎回，用安尼来代表，就是利未人因会当来取代即个大汉囝的地位。咱嘛佫看到，当遮个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阵，上帝有甲因讲，恁的即个战营爱安怎排列？东边是倒3个支派，南边、西边、北边，佫是啥物款的支派伫遐做排列？中央就是啥物？就是会幕，然后利未人、祭司拢伫中央，伫会幕迄个所在。所以咱看，毋管是因伫行军，或者是伫战营，利未人拢甲会幕就是上帝临在代表，伫因整个队伍的上中央的位置。咱佫讲，利未人是代替即个大汉囝的地位。若安尼，大汉囝伫分财产的时阵，也是伫分遗产的时阵，应该分较侪份才对，特别是伫古早的时阵。总是是安怎？即个时阵，利未人反倒当啥物拢无？其实毋是拢无，因为上帝已经甲因讲，我就是恁的份，你的产业。即个是比地面上所得到的产业是搁较好，是搁较侪。那安尼，咱咧读旧约即段圣经则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咧？是要甲咱讲啥物？咱虽然毋是犹太人，咱嘛毋是利未人，咱嘛毋是旧约中的祭司，总是伫新约的内面，上帝有愿要赏赐咱有遮个产业，特别是对上帝来属天的产业。当然，咱要安尼讲，的确有原因，嘛有证据。咱来看第2段的圣经节，拄则咱有看到《以弗所书》第1章第3节到14节。保罗伫遮是伫讲着咱属灵的福气。事实上，即段的圣经节非常的丰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无法度一个字一个字，也是一节一节安尼来甲咱来解说。但是你转去会当家己看，就亲像顶礼拜咱有去灵修会，罗俊义牧师有甲咱讲，若是即个中福的字，就是关键的字，重要的字，咱爱甲
特别注意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阵，嘛会当用无共款的色甲背起来。而且咱要注意的，就是即个家业是业即个字，特别分别伫11节甲14节，伫遮拢有讲着。这是咧讲，咱伫基督内面所要得到的家业，并且咱有所领受的圣神，诚侪咱的保证，就是咱的证据，会当来得到遮的家业。上帝要赏赐予咱的产业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。上帝要赏赐产业予咱，但先是伫身份的顶面来讲，因为咱原来拢是外邦人，外邦人是相对伫犹太人来讲，甲上帝救恩无分的人，总是今仔日咱却会当来领受即款的福气。因为信主耶稣的原因，互咱伫基督的内面，甲犹太人共款，得到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产业，并且咱会当甲祭司、甲利未人共款，得到上帝伊家己诚侪咱的产业。是安怎咱会当安尼讲？因为伫咱解决宗的思想的内面，咱是讲人甲祭司。或者是万民甲祭司，意思是讲，毋是牧师，毋是传教者，则是上帝的祭司，则是上帝，则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人若定。咱所有的信徒拢是上帝所拣选，诚侪祭司伫伊的面前，因为咱会当替别人来祈祷。祭司的工作就是替人祈祷，就是献祭。当咱伫敬拜、咱伫祈祷的时，咱就是伫献祭。相时，咱嘛会当为别人来祝福，将上帝的祝福带到伫别人的中间。所以咱讲，咱就是亲像祭司共款，咱有即款的身份，咱嘛会当领受祭司的产业。所以这是讲会得过，这嘛是上帝所应允。过来，咱讲咱要得到产业，表示咱甲上帝伫关系顶面是真特别的关系，就是爸甲囝的关系。就亲像今仔日圣经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5节遮所讲的，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真爱大声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。所以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就是囝，上帝的囝。咱嘛会当另外来看伫罗马书保罗所讲伫罗马书第8章14节，咱若有圣经，咱会当家己掀开来读。我是用台语汉字来读。罗马书第8章14节，保罗是安尼讲：既然上帝的神所带的，是做上帝的囝，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角干净，咱做上帝的囝。罗马书14节甲16节，因为咱通过信主耶稣基督，伫圣神的内面，咱领受即个新的生命，诚侪上帝的囝子。继续伫罗马书第8章17节，是安尼讲：既然做囝，就做护士，就是做上帝的护士。甲基督当做护士，护士就是囝子，就是直属的囝子，就是有资格来继承即个产业。所以咱讲伫以弗所书第1章14节，则安尼讲：圣神保证咱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家业。因为上帝是伫圣神的内底来生咱，并且咱嘛伫伊的神的内底尽咱诚侪伊的囝子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毋管伫身份上、伫关系上，咱拢会当来承受即款的福气，就是上帝要予咱的产业。若安尼，即马咱较关心的问题是，上帝要予咱的产业是啥物？
咱希望会当有真正即个实际的物件，会当经验到的物件，安尼咱才会当知影讲，上帝真正要互咱遮的物件。上帝互咱的产业到底是啥物？大先就亲像旧约所应允的，伊要将伊家己诚侪咱的产业来赏赐互咱。即个时阵可能有人会感觉小可失望，因为咱拢爱迄款较实际的物件。讲上帝要诚做咱的产业，一方面看袂到，第二项咱毋敢接受。意思是讲，咱常常较爱举例来讲，亲像爱上帝手中的冰淇淋，较无爱摕冰淇淋的即个上帝。咱较爱上帝，互咱一个真实际，互咱享受会到的物件，较无爱即个特别互咱物件的即个上帝。总是圣经甲咱讲，上帝要将伊家己诚侪咱的产业。上帝诚侪咱的产业有啥物好处？当然有好处，因为咱的上帝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天顶地下万物拢是伊所有，伊是万不有，咱有伊，等于啥物拢有。就亲像保罗伊捌讲过，亲像无半项，毋过逐项拢有。虽然咱即嘛无，但是咱相信上帝的确要互咱，因为伊知影咱真正的需要。今仔日咱有囝儿，咱有所爱的人。咱若有好的物件，咱一定想着要互伊，也毋是的。总是有时阵，咱嘛会想讲，伊的程度是毋是会堪得到遮的？亲像我的囡仔才几岁尔，我无可能着买车互伊，对无？听候等伊较大汉有驾照，我才会互伊有车。所以上帝疼咱，伊的确知影咱的需要，伊嘛会将咱需要的来赏赐互咱，这嘛是一种的信心。过来，咱嘛会当得到证据，知影上帝疼咱。对啥物代志顶面，就是上帝将伊的独生囝来赏赐互咱，即个代志。就亲像保罗先生伫罗马书8章32节有讲，伊既然无疼惜家己的囝，为着咱众人献伊，减无煞将万物白白互咱嘛？若是好合本的圣经，毋是干那讲万物，佮讲伊家己，将伊家己甲万物拢互咱。这就是上帝疼咱的证据。今仔日，若是一个会当用上帝做伊产业的人，就是掠上帝诚侪咱上大的福气甲欢喜。我阁讲一遍，今仔日一个人若是会当掠上帝做伊上大的欢喜甲满足，就是掠上帝做伊产业的人。咱既然有属天的产业，那安尼敢有属地的产业？因为有属天就有属地嘛。咱想讲上帝既然赐咱属天的产业，是毋是伊嘛会当互咱有即个属地的产业？上帝有缘欢喜赏赐咱有地面上的产业，总是咱知影，这有缘是上帝所赏赐互咱，所要互咱。所以有缘是属天的产业，属天伫地面上的产业。咱伫即个世间打拼努力，上帝嘛爱咱认真工作。咱伫地面上，咱会拍算，因为上帝互咱有一款的智慧，互咱会当得到安然徛起的所在，会当得到安稳。甚至咱阁会想讲，要为着咱的囝儿，阁加做一寡。看会当加留小可福音的，互咱的囝儿会当较轻松、较幸福。这是大部分咱做时代的人对伫遮个时势，对伫咱的囝儿的疼痛。总是咱是毋是会伫即个中间，咱就认为讲，这就是我的，是我真辛苦打拼去赚去得到。
过来嘛是因为遮个，我才会当坐伫遮安尼做礼拜，也是讲才会当来奉献。所以到底是我的，还是上帝的？是安怎是讲，这嘛是上帝赏赐互咱的。咱爱知，今仔日若是上帝互咱有才能，互咱有即个智慧，啊，甚至互咱有机会，咱无有可能就真容易来得到遮个成就。虽然是真拍拼，有缘是上帝互咱会当来得到。搁再来，伫即中间有上帝暗中的保守看顾，互咱的工作、家庭袂致到损失。事实上，遮个咱常常是看袂到，但是咱若是好好啊回想，由上帝来启示咱，咱就当看到，其实伫真侪个时阵，拢是上帝伫遐伫帮助咱，伫上帝伫遐伫保守咱，互咱会当有现在的遮个。搁再来，若是无有上帝，互咱有性命、有健康，咱所得到遮个，咱嘛享受袂到，敢是？上帝所赏赐互咱的产业，抑佫有一项，嘛是真重要，就是咱的囝儿。因为圣经有讲，囝儿是上帝所赏赐的产业。伫诗篇127篇第3节，囝儿是上帝暂时交托互咱来请养，互咱有机会来陪伴因，特别当因还佫细汉的时阵，咱会当来照顾因，来教育因。总是因的性命、因的人生，有缘是上帝伫遐伫管理，有缘是属伫上帝。今仔日咱世间人若是有即款的人物，咱就袂看到新闻定定伫遐咧报道的，伫遐咧拍囡仔，甚至要自杀，佮带囡仔最近来自杀，反倒转，会为着囡仔来勇敢来活落去，因为咱爱对因的性命来负责，咱爱对上帝来交代。所以今仔日咱伫地面上遮个上帝赏赐互咱的产业，咱着爱好好啊来照顾，好好啊来管理，因为是上帝互咱有机会来得到遮个。咱知影圣经内面有约伯的故事，咱看到伊伫一日的中间就失去所有的财产，甲伊的囝儿。总是伊有缘讲，我脱摕出老母的胎，也要脱摕倒去遐。耶和华赏赐，耶和华提去，着懊恼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伊搁身躯破病，有即个真艰苦的时阵，伊的太太看到伊，毋知是出于不忍心，还是挑故意伫遐甲伊讲，你着弃绝上帝，死去好。可能有时阵人伫真绝望的中间，检采会用即款的话，来诚做一个结束。总是圣经却是安尼讲，伫遮一切事约伯并无对伊的喙来犯罪。意思是讲，伊无伫迄个中间来埋怨，无伫迄个中间来气杀上帝，伊有缘倚靠上帝。所以伫约伯记的最后，咱看到约伯伊得到上帝的眷顾，因为伊无离开上帝，甚至伫迄个真艰苦的中间，伊有缘伫遐知影上帝拢伫看顾伊。伫真侪的时阵，咱嘛是会拄着即款的情景，总是约伯的故事会当互咱得到启示，得到勉励。最后，约伯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。伫遮咱知影，上帝伊欢喜赏赐咱伫地面上有产业，毋管是遮个财产，毋管是厝摕，
或者是咱的囝儿，或者是咱手中会当所掌握的遮个，即拢是上帝互咱有机会。毋管是济或者是少，毋管是得到或者是失去，拢有上帝的念力。咱无需要伫遐伤过头来计较，或者是看虑，甚至来埋怨上帝，因为上帝知咱的需要。就亲像约伯的故事共款，上帝赏赐人有产业，毋是因为咱偌有才调，嘛毋是因为咱偌敖，嘛毋是因为咱生做偌缘投、偌水，偌有人缘，拢毋是，是在伫咱对着上帝的信心，以及伊欢喜，互咱的稳定。最后，咱嘛要讲，咱是上帝的产业。伫今仔日第2段圣经在最后，以弗所书1章14节，遮有讲到，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，互伊的阳光得到和乐。上帝所得到的业，就是咱。若是和合本圣经是讲上帝的百姓，伫遐佫有细字讲，即个百姓就是产业的意思。所以咱要知，咱就是上帝的产业，因为咱是上帝用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回咱，来归属于伊。所以，若是咱有即款的人捌，咱就无有啥物好烦恼。因为今仔日，既然咱是属于上帝的，佫是伊用重价甲咱赎回的，的确甲咱惜命命，的确保守咱。所以咱就将咱的性命、咱的人生交托互伊，咱就毋免看虑。佫再来，咱嘛要经验，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伊要赏赐互咱逐样的丰盛甲丰富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疼阮，你互阮诚侪你的囝儿，你诚侪阮的产业，阮会当得到伫你内面逐项的丰富甲丰盛。佫来，阮所领受的遮个，既然是对你来，阮就毋免烦恼地面上的势力会当甲阮来夺走。今仔日，阮若是有是你所赏赐，阮就感谢；若是失去，也是你所允准来离开阮。阮有缘就为着阮捌得到的遮个来感谢你。相是对伫阮手中已经得到的，阮就好好来管理，阮来好好来把握，因为阮有一日拢要向你来交代。佫来，阮既然是属于你的产业，阮就会当放心，因为你伫阮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有你的计划，你将阮放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即款的信心，互阮有即款的人脉，阮就会当无有看虑，阮就要将阮的人生，阮佫来的运道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信实，你是通知，值得阮来倚靠的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倚靠救主耶稣基督。